继续咱来看一间精品的大公司，人讲是 AI 教父的辉达联合创办人，嘛是执行长吴仁勋。这几天啊，伊返来台湾，头一个公开行程，伊今仔日早起去台大参加毕业典礼。以来宾的身份鼓励学生，伫 AI 的起跑点都要拍拼跟着时代，而且以谦虚的态度面对错误求进步。我今仔日本来想讲。 甲恁讲台湾话，但是愈想愈紧张。大话头就先讲台语，台卡大概是笑假。美国精品大公司辉达执行长吴仁勋日前去台湾大学，伫毕业典礼以来宾的身份致辞，鼓励毕业生徛伫有 AI 的起跑点，都要拍拼对得时代。我希望那个地方可以讲中文，所以大家听得懂。 Either you're running for food, or you are running from becoming food. 华语、英语、台语三种语言拢会通。吴仁勋人学险 AI 教父，伊伫台南出世，细汉就去美国读册，甲朋友共同创立辉达，做电脑画图、显示卡等等的研发。即嘛对有着人工智慧的风潮，互伊的社会地位愈爬愈悬。 已经有甲新台票一条价值啦。Confronting our mistake and with humility, asking for help, saved NVIDIA. 吴仁勋用家己的经验来鼓励学生，都要用谦虚的态度来面对错误，而且寻求协助。即届伊专工返来台湾，敢若会有3场公开的活动。头一站去到台大，就已经引起讨论，学生嘛相济要甲伊翕相。现在所落来行程甲伊一举一动。百面会真受关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